總價100多萬，喺香港都未必可以買到個大廁所，但係喺呢度咧可以買到個大花園嘅大別墅。推門入嚟有獨立嘅花園啦，安靜得嚟，非常之優雅嘅。喺呢邊 BBQ， 呢邊咧又可以飲個茶。呢度一樓咧仲有個長者套房啦。嗱，呢邊咧先係我哋嘅真正入門位啦。入嚟係橫廳嘅設計，非常之大氣，採光都好光猛。咁呢邊咧可以作為一個書房，親戚朋友過嚟嘅時候喺呢度招待下。呢度可以擺翻大梳化睇下電視嘅。開放式嘅廚房都非常之大氣啦，有個中島台，呢邊又係餐廳嚟噶啦。咁我哋推門出嚟呢邊咧係有個溫泉池嘅，翻嚟呢邊度假浸下溫泉，嗰邊咧又可以飲個咖啡，而且仲享有私家獨立嘅碼頭啦，撐下船仔，游下水或者釣下魚，呢啲生活係咪好愜意呢？而且我哋呢個別墅周邊嘅配套都非常成熟嘅，10分鐘係可以去到菜市場或者商業街嘅。我哋嘅行街食飯睇戲一應俱全，包括交通有香港嘅直通巴士翻到香港嘅荃灣、太子等地，喺呢度翻港珠澳大橋都係1小時左右嘅。別墅咧一共係上下2層啦，總價100多萬，有裝修嘅。嗱，有山景，有湖景，又有溫泉，而且仲有海景，15公里嘅海岸線啦，翻嚟睇下日出日落。如果對呢啲別墅感興趣嘅，嗱嗱聲WhatsApp Kiki揾更詳細嘅資訊啦。